大家好，我是阿高。恁敢知影咱今仔日要去倒位咧？当然，嘿嘿，遮有足侪无看过的物件呢。哇，这敢是真正的动物？哇，有鹿仔呢！哇！阿高，你来啊！内底有足侪物件会当看，紧去买哦。好，咱做伙入去。哇！这我敢会当摸看卖？卖啦，安尼会摸着你的手汗啦。啊，等下吼有别项才互你摸。足侪拖呢。内底有啥物？内底有足侪标本的哦。啥物是标本？标本就是咱伫个环境内底去采集来的物件，有动物、食物、甲石头啊。经过处理了后，咱就会当甲摕来博物馆内底库房藏咧保存，后摆就摕来研究。你看，这是鹿角的化石甲牛角的哦。是安怎这顶悬有白白物件？搁定定呢。你足够的呢，看甲遮真足。伊个是为海底浮起来，以前有顶鹅生伫个顶头。哇！遮搁有啥物标本？这藏的是矿石。哇！金丝丝的呢。这个有哦。哇！螺仔壳、海青、金仔，哇！世界大的金仔。尾啊！你看，足一桶的呢。这敢是甲蛇哈？我足惊甲蛇的呢。毋是啦，这是草莓啊，竹马甲豆糕。真是毋是甲蛇哦？毋是。这可能是树枝甲荆棘哦。哇！这树叶啊，哪会拢大大？安尼才袂歹去啊！阿高，我有一个任务要交代互你哦。任务好，我上介意出任务啊呢。这要哪做？咱就是爱甲伊搭起来，搭好掉，伊才袂落落来。安尼就会使啊？对，安尼就做好啊。哇！要放倒位？放倒位？放倒位？伊会叮当呢，就是放遮。放遮。任务完成，今仔日就好耍呢。